永业先生翠，穷熙先生做天国，好哟妙啊！我看他落笔好似龙溪水，早日子不等等，不管是才貌上的是张生，武将秀英配婚姻。他把手也挂起来。王爷兄，现在今年几岁了？我儿18岁。哦，不知娶了哪家千金？尚未婚配。小弟有一言难以启齿。你我私欲相交，不妨这夜相告。小弟年已半8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尚未许日，欲配于琳琅为妻，不知年兄意下是何？向我家道请我，岂管高攀呐！年兄谦虚了，是故家女则家婿，琳琅平越见越，甚家婿，年兄不必配嫁。既慕年兄弟，小弟管不聪明，至于聘金吗？聘金哦，就以此恋为聘，外婿美真。你我一言为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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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儿啦，快来拜见岳父他人。岳父在上，小婿拜见。也许怕了，故地侄儿，快来见过美婿。是见过美婿俊秀。故地小着家有要事告知了。侄儿既有要事，那你就快回去吧。是。宋俊秀，哼！王英兄，你我几位亲家，你给改变称呼谁是啊？改成亲家了。亲翁，亲家，亲翁，亲家。哎呀，夫人呐！哎呀，夫人呐！李年兄已向他的千金小姐许配我儿，你要改变称呼了啊！哎呀，可是要给这个亲家公、亲家母嘞。阿玲啊，那快去拜过岳母。岳母在上，小婿拜见。罢了。哦，亲家，儿当拜的酒宴，亲家请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东郊青来生梅布，我定要踩上他夫妻放小恩。乱婚女家先靠我，我出夫妻我亦能做。哎呀，顾公子在上，老身有礼。沈马婆，要生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有一表妹名叫李秀英，我早就想娶她为妻，谁知故地竟叫她许王月之子王月令。请你再来想个办法，我定要把表妹得了回来。哎呀，姑
公子啊，想那里不千金，接着就要出嫁，老身我还是不让你，这桩事啊，有些为难哦。这种事，难道你生那步还没有办法吗？哎呀，办法嘛，倒是有个。事成之后，还有重伤。哎呀，顾公子来。什么？原来是封书信，郭文玉表兄亲自，想郭文玉那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
不与表兄之面，只有青梅竹马兄妹间生意后，又以中秋一别圣经上为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妹恩爱共结把手。哪料是非是元年命令配乱罪，我在家当王家岂肯得心放去？若做一只两报秀婴儿，但是因今夜难得三方所为，自己莫有为梦俱碎，立志秀英连征八百，连成爸爸。好气，好气！我知道他是平听我的名门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相见深，礼上书啊礼上书，皇位上书上家家，王门清白有名声，我令神穷志不断，这几次大荣真能成。我啥与他去争吵，这丑事谁呀锁门定啊！当不知当先禀告爹娘下。将人怒气为书房，从此休论夫妻义情。言戏之上，心
自从我阿玲讨进媳妇，哎呦，老太婆是越想越开心了。俺个媳妇大娘是有才有貌，有道有理。进门的辰光是十里红妆，就是连俺老爷的官运也来在了。现在俺亲家公金口一开，俺个老爷上京做官去在，哎呦，老大不想想是多少个开心了。刚刚过去的好像是我新媳妇房里的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来来来来。参见老夫人。上对上对上对，丞相啊，哎，老夫人倒要问问侬噻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小姐对姑爷好吧？小姐对姑爷嘛，当然好的喽。那么姑爷对小姐呢？姑爷对小姐嘛，那，这个丫头腾腾突突、阴阳怪气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拨弄是非，要是姑爷对小姐嘛，可是不是好人。什么人好？跟哪个啦？自从生婚以来，姑爷他我没有上过6年。哦哟，听丞相来东讲，伊拉小夫妻两家头还没同过房吗？阿玲啊，阿玲啊，侬真正了昏头在了。丞相，哎，等我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我是不管去的了。侬为啥不去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去请他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到书房去请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哦，这伊还要打侬啊？这个是要出啥？这变得介凶啊！好个，让我自家去叫伊。阿玲，阿玲，儿拜见母亲。阿玲啊，侬辣辣书房里向做啥啦？儿在书房没读书啊。阿玲啊，搿么日里读书，夜里读啥个书啦？去，到新房间去。不去。为啥不去啊？儿读书要紧。读书读书，读昏侬个头！母亲去，到新房间去。不去。侬是真的不去，还是假的不去？不去就是不去。哎呦，搿倒是真的不去嘛！丞相啊，哎，等我带伊拖得去啊！不。哦哟，辣辣娘个面前话搿样子凶啊！好个，今朝看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啊，老夫人开口，侬动手，等我带伊拖得去啊！母亲是不得的。母亲。老夫人也姑爷上门来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媳妇拜见婆婆。哦，媳妇大娘上嘴上嘴。外甥。哎呀，阿玲啊，侬看媳妇大娘多少个懂道理了，那快上去接过礼。哦，媳妇大娘啊，阿玲是个死到头不懂道理的哦，有啥个事情困在阿婆的面子上向，不要动气啊！哦，辰光不早了，阿婆要下去困觉去了。媳妇送婆婆。发生，坐等啊，坐等。那做啥？儿送母亲。哎呦！不要侬送，侬叫我坐等。母亲，这个是要出啥？这都比我跑了还快了。哎，
待我关这个门。哎，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让手啊！这个小畜生都是提醒我的啦啊！一叫我不要上锁啊，我偏偏得一速度。今朝小夫妻两家头一定会得和睦同在，老太婆要下去困觉去了。母亲，娘啊！娘亲不知儿辛苦，儿要念命难成。此日一代传承完，离王两家断金川。是今日弟弟已到京城去，无人阻止我难出头。我虽有千般委屈相随诉，也只有万般怨压心头。过来。过来呀，姑爷，那本说了是。家有言情扶上户，小子言生值得多。别人家鸳鸯结局心欢喜，我若令娶妻不正锁门啊定。他家长正经一帮说，我面对前人受生气，倒不是上前将他问，何必与他多是非？要紧牙关不理他。
家婿，恰你外来，官儿与我把头疼。是怎么我都心上太空恨，快来找光明神君领去送女，再配呀婚。上在，小姑娘，那娘有书信来着，侬倒拆开来看看。伯伯，书信你该请官人查看。哦哟，到底是尚书府的千金啊，可清清楚楚都懂道理了哎。阿玲啊，那有没有书信来着？侬倒拆开来看看。孩儿不要哭。哦哟，做娘个不能读这几年书，侬得我来了娘个面前把起架子来着，侬罚款算账，我会得叫媳妇姑娘去看我。哎，媳妇姑娘，阿玲不管，侬自家看好东西，有啥个事情阿婆做主，侬看。是。伯伯心中别无他事，只因今日乃是媳妇满月之际，我母亲要我与官人同去迎接。哎呀，老太婆真是混头子了。阿玲啊，媳妇姑娘到里面换换衣裳，坐轿子马上动身。是，不去。为啥不去了？手中没有孙子，不去。这丞相到房中把丞相水拿来。这到死人的孙子倒是要紧的。那倒去。孙子最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侬这个我操啥了侬哈？噶好的一部嗓子把侬插得来，把马分碎了。侬不去啊？侬不去算账？我会得叫媳妇姑娘一个人回去哦。侬不去，媳妇姑娘，我一个人回去好噻啊！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啊！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姑娘啊，那娘只有侬那个宝贝阿囡，跟侬不回去，搿伊要不放心的。好，阿婆做主，
侬回去自个半年再回来好在啊！再滚！哎呦，这个屋里有侬当家在了啊！轮不着侬做主，侬叫三五大娘不要回去啊！跟我偏偏叫伊回去。三五大娘不要紧哦，阿婆做主，侬回去自个半年再回来好在，不要紧啊！哎呀，妻子，这些人为做娘家分明是有一三心。哎呀，走！于理。为娘心中想得明白，要你们夫妻同来，为何不见言许？夫人亲，官人他与东厂好友为门去了，怪他没有来。为门去了啊！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对为问安告辞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来坐下，坐下。儿啊，一月不见，你谁度了？母亲，好好好，今日你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已配好酒宴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。丫鬟，宽酒上来，宽酒上来。
想你在家之时也能饮上几杯，怎么今日连一杯都不饮？母亲，女儿我不想饮酒，不想饮酒，莫非是王家门的不相称，将我儿婚姻来错配？母亲啊，女儿不是冷门定，娘请你休要多疑猜。莫非是婆婆与你合不来？我儿常许多人难，婆婆待人很恶传，她待女儿视同亲生一般。莫非是为娘败家长年少，我儿脸上扫光彩？母亲啊，女儿家中满忙间408齐赞美。莫非是为娘没有来看你？从今儿我30、50，为娘亲自团圆来。母亲，这倒不必。不必，孩儿来饮酒。难道是你夫妻手伤恩爱？母亲，我与官人是隐隐相随，不分开。爱情好，爱情好。我来问你，老夫人待人不好？夫人，老夫人对人十分好。那么我愿意故意看什么一壶既然是此，那小姐的脸容为何是此小生意？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的缘故。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。母亲，儿啊，今日你回到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多是几人，一切由为娘亲自照料，你也该好好养些身子。是儿啊，今晚就与为娘同谈，我要与你谈谈家常你。母亲，儿啊，启禀父臣，姑爷有书信一封，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儿啊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也许
怎么就苏醒来了？母亲有女儿查诉观从此休想进王门。儿啊，也许苏醒到来，为了后事啊！母亲，官人来信非别。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死亡。官人多说要我作伴，故而叫女儿吗？谁叫委屈？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母亲，好，待为娘虽说一封，叫延续前来同时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想你家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谁只有你婆家，没有我娘家了么？娘。人才家我等，我父亲同作伴，送堂弟做我称他的心。我娘亲，人家的女儿为做
只要谁叫委屈的好意。为娘我留你一小多累不是了。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之恐父亲受。什么？为娘我留你一小，就要害你父亲受？是此说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倘若为娘今日拼死在场上，难道你我要委屈不成吗？母亲，儿孙呀。
怪你娘亲上轿了，娘啊娘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到来时我双双对对放亲娘。知道自从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好苦家后，娘在家中人亲啊亲，好容易盼到我儿满月归，指望从军母女啊情。谁知你代代丈夫日是火，代代为娘人生病。我留你乡多虑公事啊，叫娘痛心，我痛心。娘啊娘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。再来报娘恩，怎么为娘我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委屈我？要委屈，小弟，我们不要委屈了。丞相，当家，小弟是。好，你要委屈，你就委屈吧。母亲，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当初不养，你委屈吧，母亲。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请上，女儿
要侬同三五大娘一道为娘家去，侬不去，不去就算在。为啥下心叫伊回来？搿伊回来，侬又不肯上楼，搿到底是为啥？母亲，来啦，不要动。丞相，丞相，老夫人，丞相啊，告诉小姐，姑爷来在啊。相亲，来，相亲，老夫人姑爷上门来了。步步归正，亲上来了啊！媳妇拜见父哎呦，母。三五大娘起来！啊，三五大娘，三五大娘呀，今朝回到娘家，一路辛苦了啊，也好早点歇歇，阿婆要下去困觉去了啊。媳妇送不不送，坐等啊。阿玲。等我关这个门。哎呦，这个丞相了那里向嘎吃个巴做啥？嘘。老夫人，丞相，侬了那里向嘎吃个巴做啥？我要服侍相亲。还不是小姐哦。上次姑爷上楼，侬哎呦得了那房间里向了。哦哟，丞相哎，搿姑爷没有小姐的时候，那，侬到侬自家小房间里向，哎呦去困觉去困觉。哦，去。我到伊拉小夫妻两家头为啥不和睦？原来这个毛病啦出了丞相的身了。等我关这个门。上这个书。哎，阿玲啊，阿玲，做娘的辛辛苦苦不能讨之以房媳妇，总指望嘛小夫妻两家头恩恩爱爱和和睦睦。搿子一年生了个儿子，老太婆是抱起个孙子，啥个昂啊昂，一昂都没上家头，搿人家陈老太太困觉着。哎呦，王老夫人哎，侬手里抱着是啥人啊？那我阿玲个儿子，老太婆个孙子啦！哎呦，王老夫人哎，侬真是好福气啦！哪个孙子头皮圆圆，鼻中状元啦！哎呦，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啦！搿小畜生，搿儿子不生么，搿囡儿要养一个咯。老太婆是抱起个男生，啥个抖啊抖，一抖到么下家头，人家又困觉着。王老夫人哎，侬手里抱着是啥人啊？那我阿玲个囡，老太婆个囡孙啦！哎呦，王老夫人，侬啊真是好福气啦！
这就掀开虎门后节子，来年一定报生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老太婆想我孙子想昏头子，哎呦，伊拉两家头往那东姑房啥地方来抱个孙子了？哎，我说讲下去困觉去了。
那人一人，见那冤家他身上的衫多难过，他今夜岂非要人我啥时叫他去安亲？那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办见。要是他受了风，生了病，叫谁是无能爱心。病之间，我将最剩下的我管去今生。
想他这种负心怀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伯父冤家是恩罪，想起了伯伯老大身，想那冤家虽是不离，那伯伯陪我总是不错。冤家他忘个事实理不明，那不他对我像情深，更何况黄门为他难定子，咱东外了官人，要急死了不老大身。万事起与他定，想起往事心儿恨，想我虽然是从家到王家，也想离你这道并无过错。谁知道是冤家，他无缘无故地竟将我当作神圣。想既然那是我没有自己，你给为做娘家母女断续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不知犯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归，害得我母女痛苦而病。冤家呀冤家，这世界上哪有你？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珍宝，冤家他当我像路边草。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生病这冤家他懂一笑。我万事将一散，龙
家之事，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她说道：到了王家要小声公布，谨遵上父。想今日天气温冷，我才不与他给意，他们傍身之下都要骂我虚伪礼义不遵，我要管我父母养育不敬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我是好啊，娘啊，南京南开我李秀英，今叫我是我好，娘啊娘啊，曾记得那是弟弟做大人，母亲你上来细心啊报，说到是一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几乱叫。十月令他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他这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，但抓东忙花中早日呀到，谁知道啊，我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之仇情义少，我是出娘胎18载呀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啊！天哪！是我爹娘初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听得小泪当司机，今晚家闻声转对他人我能啊，我咋不将衣衫给他是我所等到天明。家呀，你才没有夫妻情，我心
李秀英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的，是为请我给的，给得好，上来与我。官人，你好的新郎爷，你将女人衣裳给我穿，爱我一世功名不人绝，我不当是前人岂难想。昨日一旁等天亮，媳妇见他生完人，将衣衫盖在他身上。谁知他不仅好一番动怒，他又是骂来又是打。我啊，媳妇做错了什么？亲家母，亲家母啊，今朝是啥个风得侬吹过来着呀？我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啊，好，我去喊你出来啊！丞相，丞相，快点去小姐下楼啊！媳妇大娘，拜见伯伯。那娘来着，快上去接过礼啊！拜见母亲。儿啊，罢了。为何不见言许？来了，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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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玲，阿玲，母亲不知，那有母来了，快上去接过礼。拜见伯母。小畜生，我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称我一声岳母，难道还怕我谁当不起吗？好一位赵氏夫人，出口伤人，真是有继母必有继母。小畜生，我女儿嫁到王家，与我故错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，还你道理，不能见人死亲啊！
你尽管当着我的面骂他，非但要骂，当有罚。你儿啊，过来！哦，母亲，阿丽，母亲，哎呀，母亲。小英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随王玉玲4次领送，今日被为娘亲眼所见，好不叫娘痛心。儿啊，往日才为娘委屈吧。母亲，女儿啥是谁娘委屈？倘被旁人知晓，你叫女儿啥回事哦，主人。既然是此，为娘我死于道理，丞相，你要好好服侍小姐，当家。母亲，儿啊，你既不愿再为娘委屈，为我又要跪地不起你？女儿跪首，母亲。待为娘细数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，与那畜生评理。母亲，弟弟好好随敬为官，你千万不要惊动不好惊动我，不好惊动我。既然是此，为娘我死于道理。儿啊，母亲，起来，回去吧。母亲，与我紧紧在朝野。花马加鞭，八路哦。
银子不小，一问人家弄得来彻底八到了。李大人到！他姐！家公啊，请来接礼，有礼，请坐。说。不知道亲家公驾到，有什有人忘不见挂哦？唤我女儿出来。哦，来了。来了！丞相，快点去小弟屋了。小姑娘，拜见伯伯。小姑娘，那也来着，快上去接过礼哦。拜见爹爹。哦，儿啊，罢了。为何不见也是？来了！阿玲，母亲无事了，那有无来了？快上去接过礼。儿子有道理。侬有道理，那娘不要跟道起噻。拜见伯父。口称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玉玲。好一个王玉玲！只因我当初爱你甚茂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出嫁之日，备家早年8人千两，2田300万，10里红枣，还能替你家修造王屋。这样后代于你，难道连一声岳父都叫不得？为官之人谦让道断，岂必好些？小畜生！今天你必须还我一个道理。还你道理不能，你先待女为妻。待女为妻？难道我还养他不顾老吗？满真是养他过劳，却是凌驾傲慢，我王玉玲绝不依也。我先修书过来，待我下来。慢慢叫，做娘个没开口，侬管动口。小女乃是上诉千金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抬就抬？今天你玩出道理便罢，甚至玩不清道理，呵呵，我岂能饶你？你自去，快来！秀英，你过来。你尽管做到这是上父爬索之日，快进！亲家公，为官之人，阿知三从四德，岂有不孝？在家送我出家，送
恰有嘞，侬将我所那，俺媳妇大娘嫁到我王家是有道有理嘛，有规有矩，就是有事做错，也是छो人王家，霸人王家，能不得弄当，能不得弄杀。弟弟呀，弟弟呀，想我秀英自从嫁到王家，受尽王月令4次的凌辱，指望弟弟回来能替女儿伸冤结仇，谁知弟弟你开口说嘛，举剑就杀。弟弟呀弟弟，你也不至于好事做错，你总该死个明白，你还是有事也要死得过你死去快来！媳妇大娘，这个啥东西啦？伯伯，这是一封情书啊，情书啊！媳妇大娘啊，我也有得写过了。谢我冤枉啊！哎呦，你们这桩事体哪个弄得清爽呢？老夫人，此生之家可以带个别在。哎，对个，丞相啊，快去到准备宴幕来。亲家公啊，好得别这个，好得别这个，老天保呀！这份情书个别子，啥个不动，不动，不动。伯伯，哎，老太婆快快，倒是发动了嘛？亲家公啊，侬快快，到底动不动？玉玲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是上了人家的圈套了。请恕是讲，难道不牛尊也是将军不成？不牛尊，丞相，难道是你在穿针引线？老爷冤枉丞相啊，侬胆子放大，有老夫人当在，有啥个闲话，这个讲出来。老夫人，小弟错过那天，我明明看见白牛庄放在书上呢，我也不知道这是白牛庄怎会在公园手里的。阿玲啊，侬搿只肉庄是啥地方来的？母亲，那天化作事业，儿在房门口拾得的。房门口拾得的，搿倒奇怪，搿门是我关的。丞相，那天房里还有啥人啊？还有沈美婆。来呀，找那沈美婆到此，不得有后。见过大老爷。沈美婆，我来问你，你可认识这只肉砖或这封书信吗？老身不知情，不知情。哼，我问你认识不认识，并未问你知情不知情。这只肉砖，老身认识的，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书吗？老身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大胆沈美婆，一封平常书信，你为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。万官是不知情，我看你不当不走，来呀，送当死人！大老爷，这都是国王有功出的旨意啊！国王因他看中你家小姐，不想老爷竟将小姐许配给王公子，因此他为恨在
情，将我推到小姐的病院中，对着心梦之中，有意让王公子的好出生这一代姻缘。弄这个黑眼睛啊侬！来呀，将沈美部带了下去。哎呀，大老爷走！哎呀，走！老公。秀英儿啊，你本是李家正宗，恰做了王家草，为吾心中四道家。我儿啥有啥我对，闹儿老心血，一单跑一单跑，小姑，这个辰光，娘黄门弄不讲嘛，寺门弄不响。到今朝，一问人家弄得来七天八到了，侬再来叫娘啊，来不及了。母亲，我好悔呀！好悔，侬有得回来侬。母亲，娘。当初不听娘教训，竟做了不仁不义人。娘啊娘，修行才有上无顿啊，你叫儿真做人，拜望娘亲来做主。从今儿娘的言语我句句听，母亲。从今儿听娘的喊话，起来，多谢母亲。阿玲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侬光卡上京就取功名，杀得一官半职，那有面前也有个交代。谁无面前赔个礼，或许还需夫妻和睦。娘要侬上京，侬去不去啊？儿证明。搿么好啊，到里面换换衣裳，坐轿子，快点动身啊！是。母亲。娘子病重，盼望母亲多多照顾。
我晓得个，侬放心的去吧。哦，不要紧，快去吧。这桩事情多怪我阿玲们，哎呀是怪不得的呀。亲家，今朝我阿玲得中头名状元，一来托亲家之福，咋二来嘛？也是我媳妇大娘的福气哟！大家之福，大家之福，大家福，大家福。我领金库中上元，八本就名在红园，两家增长堂上中，为什么不见娘子女在庄？母亲啊，娘子的病体可痊愈，再望母亲去问根女。我看侬啊，是来不及走。母亲，亲家母啊，跟哪个不进我媳妇大娘啊？待我唤她出来。哎，好。丞相，好唤小姐出堂，一听小弟来了。英台小莲把过去之事话云遍，见堂上两家正长上对送。起来！儿啊，一旁混手是娘子。我见娘子心欢喜，娘子见我生怒气，抬头再看我眼前，但见她背朝东来。年少心，堂上大人把我下眼眶，须得我面红耳赤把头低，怪我当初做事错。
我与秀英虽是夫妻，却比人生苦烈烈。她还是一位千金小姐，我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！啊，小姐，小生之想有理了。呀！我真不懂，想我就令今朝的中对面状元，他不是状元夫人了吗？我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！对！啊，夫人下官之想有理了。夫人，我的夫人啊，传奇修要将我愿，且听岳灵来相劝。当初宁娶你到我府，我本是新婚姻儿情良缘，独自为朋友10几年里，家道尽数推牛转，身心差山我父亲还得你我化作枝叶不团圆，今日到集中大路，他用尽心机也望传，是今日眉目下有朋友事，我与你夫妻从此再团圆。夫人啊，过去之事你莫再提。夫人，你快入官高来进官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多事多想多心酸。乖的娘错心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不仁不义不心怀。我也曾好声好气好言问啊，你却是恶言恶语恶得快，你不该不声不响不理睬，你为什么要满是满心爱虐拉着？我自边受苦受愁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肝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娶一个美的美貌是美婵娟。风光碰得上水酸，
我去送红花。岳父，何事？期待多谢岳父。常在你好。是。秀姨儿啊，弟弟，你莫欺先人，莫欺冤，且听为父言相劝。先犯岳林为求你，难为他今日认错心酸。你管他龙门高挑的魁首，平地成来我心欢。你就该与他夫妻共团圆。小婴儿啊，你承受皇恩皆不还。小生弟弟听分远，经过里子路远，家中只是你，不想到娘亲面前去问问看。那一日庭前把婚台，气得弟弟滚长团，此情此景在眼前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红冠。女儿是话相见传，什么我欲去难相劝。他受过岳林千般苦，难怪女儿把我怨。也许要送红冠，你自去送，机遇不接无不还。岳父，兄父，女儿总听娘的话，娘去劝她，定能为心做。上前恳求老岳母，上元归地为哪般？大人不急，小人过，挽救岳母送红冠。起来，多谢岳母。站在一边。是。秀英儿啊，免得女儿听娘劝，娘子女儿心中怨，要怪奴才过文语。他传统美步气何端，到如今水落石出愿移民，也许是金榜题名中状元，前番你虽苦，今富贵你跨进
相劝。啊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之事都放外？可记得满月之前为娘家，他比我谁叫儿去谁叫转。可记得娘亲你那时到王家，他尽管岳母不叫把母还。可记得八岁你娘也要将儿当，虽说的女儿是福地转，我受过月龄多少气啊！娘啊娘，难道你一点不记怨？并比女儿心肠，此事不要你娘多管，她是多多丈夫儿不愿，管她长远不长远。去相传也无用，红光万里望长远。叫月龄自好，玩具当上2年忙，弟弟父子从前你不断推将秀英我得看，如今他不肯接梦关，挽救弟弟去相劝。小畜生，年少无知，大护短，往昔云长读书卷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演得媳妇受了劝，为父不管家中事，要劝就你娘去劝。母亲做啥？娘子不肯接风关，还望母亲陪去劝。阿玲，媳妇大娘爷娘的喊我都不肯听着，我的喊我也是都会听过，做娘的不气倒霉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她一定会听的。母亲，不去，去呀！不去，不去呀！不去，当真不去，不去嘛自家不去。别吧，母亲不愿去相劝，我总上愿意忘算，却说一声痛击他，我只有退三宝了心阿玲啊，又到啥地方去了？阿玲啊，我要做和尚去。啊！哎呀，
好，让我去倒倒煤块。多谢母亲。啥在一边？哦，是。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姑娘，我个心乖宝贝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哦。那么侬自家来说。叫人媳妇我啊该娘，心肝娘哎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。老太婆舍不得那两块肉，媳妇啊，侬尽快快来去哦哦，演得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得块侬，哪位今朝别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跪到西，哎呀跪到东，西苦的跪的是红啊呼呼。媳妇侬三班不离，一是长远不做要去和尚做，这种就叫也是包啦。侬爷俩媳妇就好结拉姑，亲生婆婆在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，为兵年迈老婆婆，何必苦苦相劝啊我？夫妻不是监狱，比喻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，折磨媳妇传宗平安，幸亏你婆婆相救啊我，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只好过问你老婆啊婆。媳妇侬是月亮方正的一拉公，不夜都来么两夜冬，前错慢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对侬总不错。媳妇侬今朝夫妻哦，我一家断句没落花火。媳妇侬啥不肯夫妻哦啊？我个问人家要这个竹林有山要大人，我王家后头要断相和。岂不是衣裳欢喜衣裳空？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买个人情接婆婆，手下凤冠夫妻媳妇啊，怎么婆婆去到跪下了？我不愿与他夫妻和，我情愿一座断肠红红公公，一情愿一座断肠来公啊公啊公，真是我也为个好心拉我，终于为难
母亲，母亲，哎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阿玲啊，侬啥要夫妻和睦啊？是比浓浓张元贵的气人啦，错。哎呀，母亲，这个乃是天子门生辛苦饶虐，怎可向娘子下跪？有啥个天子门生辛苦上我？要不都轮不着讲着，下不去，下不去，西呀！哎呀，母亲，